在会下晡，市长会特别到新南国小的会议室来接见110年度成绩表现突出的优秀运动选手并颁奖。在110年度全国运动会，还有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，台南市拢总的奖牌数拢创下县市合并以来的上好。市长当时表示，台南的选手得到好成绩，伊嘛非常的欢喜。对我而言，真的是非常倍感荣幸的事情。尤其今年不管参加全中运或者是全国运，我们的奖牌数都刷新历史新高，创历史新高。那这非常感谢各位教练跟各位选手为台南市争光的奋勇力争，也感谢我们单项委员会以及协会以及我们体总的这个努力。我们当是否能够做的，我们教育局包括体育处，我们一定尽全力来在资源上、训练上、住宿上以及交通上以及所有的资源设备上，包括选手跟教练的这个协助上，我们一定尽全力来协助。那也感谢各位付出时间跟宝贵的精神，能够这个不管是夺冠或是获得佳绩，这个部分会让市民朋友们非常非常感佩。活动现场摆好选讲的亚当选手王新秀、李恩云，还有普泳选手陈柏翰，还有意在国小的乐乐棒球队，甲东营高中的橄榄球队，还有因的教练拢做伙到现场来接受市长的表扬。市长嘛勉励大家，新的年度市府嘛积极来帮助所有的选手，希望会当大家阁继续创下好的成绩。台南新闻何超邦、刘品言采访报道。